你客家话课嘅时间。今年客家话课呢，你先留课本竖起来。今年的课程留课本就讲顺哈，你用亲目前亲适合嘅教材，那么有关啊，同法，然后同法有关嘿。你认识有同法吗？冇？认识。有同法喺乜嘅啫？拍摄。还記得冇？上禮拜四你就去參加嘅教外教學，還記得乜嘅布頭？記得啦。海灘布頭。海灘布頭。一灘就是火灘。那有什麼用過火灘？煮飯嘅時間。禮拜煮飯會用到火灘，不過你火灘沒得煮飯。泡尿。泡尿，半夜半夜泡尿，泡尿時就用火灘來泡，就是了解埋海灘骨頭，海灘骨頭海灘骨頭邊度嘅啊？海灘骨頭啲，然後你呢啲海灘骨頭都賣出來。銅鑼。沒銅鑼，都神產，啲神產賣出來。旁邊原設嘅愛迪啊，都賣出來。海灘骨頭都松腐醇啊，旁邊原面嗰個松腐醇你海灘骨頭時，一般嘢貴則山那邊都賣食。拍攝，入拍攝，貴山那邊都拍攝，經營熱氣熱啲。用銅法。你銅法佢咧，我哋係啲類嘅銅法，我銅法要呢度熱發片。所以哪個看過有？哈？那個我有看到有可能沒有皮沒有可能會有切皮都是有有人會做嘛，會倒啲皮，正常嚟講硬皮啊，就像有的人牙齒會倒啲皮同樣，有的人牙齒會少啲皮同樣要冇慢慢看。銅法就係拍攝，不錯啊。貴書係拍嘅時間，貴實咧要銅法書，貴實咧入邊咯拍，衝埋，之後拍會衝埋。蟹呀蟹咯，冇蟹咧粉色咧，蟹啦，呢個上面有份粉色咧佢就會蟹，種落蟹一樣嘅。咁你下透過黑位，有冇？你下人夾夾高色高衣，黑綠色場，偏手嘅黑位就魚頭，有銅法，你注意到嗎？有注意到嗎？有喎，這條法呢條就是大家輕快，會輸嚟拍。你喺幾多年咧？10年。無所有你到你傳到。10年寫。當年傳到做到。5年寫。6年咧係咪學緊嘛？6。唔係啦，因將隻銅法喺無落嘢吧，可能都在佢1禮拜。喺落嘢吧，可能一下落去話會1打下來，一發咁亂咧，一跌下來時間。就像落下閘，降落傘用嚟落下閘。噓，跌下來，噓。有銅法好啦，呢下有銅法喺拍攝，咁樣有銅書盲塊法以前係盲色。牆色，牆色啦，這就是綠色的意思啦然後5年的塊法了，請問台灣你做嘛？種有銅書啦？我拿嚟醃油、炸油。台灣你做嘛？種銅書？因為有個銅書製作拿嚟炸油。沒，人家沒講有銅製，係講做嘛？種呢書誒，所以嘅技術也沒有講做嘛係叫種呢銅書。
好，来问一下，一，中枢的做波摊，二做波位，三做三处的，这样比不完吧？这样用数比，一、二、三，下口里了，快看，一、二、三，数下一来啊，比到后嘛，你怎么办？一做波摊，二做波位，三。做三处的，这样加数的进。好，答案是三做三处的，唔免拿来做火摊，唔免拿来做火摊啦，哦，也免拿来做锅的，也拿来做嘛？三处的。不过你睇当真用树的来做三处的，了解三处的用嘛来做的？铁。用铁来做的，无错咧，啊，用。塑胶布的嘛，也有人用树的啦，我不见得用红树的树的。除了做杉树的以外，其他很多人拿来做嘛个？你有注意看吗？讲个问题哦。这个树的嘛，哎，多好了，有个树的开头了，做下去开头了，多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做什么来？做灯呢？灯呢，看黑了哈，灯呢三处的都做的，好，灯呢三个当然全部都做的。日本人佢又可以做嘛？贴的，如果日本人做贴的嘛。哦，嘎的那。哎呐，贴棍的啊。还有三处的以外，头的。哦，头的。头的就是抽屉，没用那桶书做的。总统书迄边度做嘛？睇下讲到做三处的。做三处的。做贴的。做贴的。还有做头的。做头的。一有桶书，有轮书可以葵花，咁乜色咧吧？黑色。黑色咧吧？夹花片有几多片？五片哦。然后呢，其迄新叶的款就当做嘛？新叶蟹，五叶的款就叫五叶蟹。好啦，花乜色咧？花跌下来。下来了个桶书可以嘛？边发。为种统书字。为大字，为简字。简字，你那样是为简字啊？五页。哈，3页啦，不可能3页咯，要时间推转你。你这种页为大字大有同字。6页。啊？6页。太夹嘞，玩夹。7页。7页哦，做咩大号嘞8页。8页对不对啊？你通知呢？8页嘞。像我通知迄嘛个色？有色。啊，一黄色，二无色，三粉色，请举牌。一黄色，二无色，就通知哪一色咯？一黄色，二无色，三粉色，这样请举牌。就这样的题啊，接下来。需要来清楚啊！我看你有没有，我看你有没有。好，不要这样我就知道了，走就看不出来那个嘛，一嘛，一注意嘛，哦。啊，来了，看一下。好，答案是一无色。有通知无色。等下你全部都没有东西放在的话，你稍微麻烦啊。那有通知要做嘛用？炸油。炸油，然后。炸油要做乜嘅？炸油要做乜？啊，點啊？炒菜。炒菜點啊？哦，都係炸油，boom boom boom boom，係嘛？真有。係嘛？唔係啊，唔係好多擺都冇用。炒菜點啊？誒，你咧？
来用？这个拿来？不在用。两个人拿来用？有啊。哦，均啊，就那个润滑。均斑。均斑嘛。好，我们来举例。草菜2防水3我都摆用4云板请举牌。1草菜2防水3我都摆4云板请举牌。如果这个有卡户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答案跟谁先说。举好，不要犹豫，夹夹啦，屁股来啊，这样子。1黑嘛嘞？草菜，我们看一下，举好。你看，2黑防水，3黑我都摆 burn，4黑打那个云斑润滑油哈。答案是防水。有同志大都同意。同油喺做乜嘢？防水。哦，锅热当有呀，有自在啊。对啦，其实用来防乜嘢？油自在，然後油自在，油自在，油自在，個油就係同油，油自在，自在就係雨傘啊，所以在，而家按鈕來啦，有清楚啊？頭擺給你總統書，總統書做乜嘢？做上主，做下位，做頭位，啊，總統書。哦，我睇就到好了。忙到好，而家會葵花，咩樣子會葵花？新年嘞會葵花，上落線，不說你講像新年線、年線，有龍花嗎？在？在，不是哈。那有龍花開完了以後，幾多年會結筒子？百年嘞筒子，筒子會嗎？在？在。那要筒子咩？按來等你了。你那等你了，对同事嘛，大雨还有防水，防水就是做嘛，自然。稍后我们就来看一下，来这个管那一号，然后来公分的它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那就来看一下。你现在你要怎么干嘛导电台？我们看统书。统书，来嘛统书，要做统书，在压力上来用的，你话，要统书，看看，在压力上面啊，来放开啊，然后油头压，然後叫佢葵花，再用佢葵花，那叫佢結字。一開始講用嚟強色，強色個意站哦，做唔到啊。記到嘅就係，一啲一不能葵花嘅地方，一不能葵花嘅地方，佢叫結字，佢係強色。那如果你不能結動作字哦。結動作字哦，你都結動作字哦啊。呢個書嘅皮，哇，但有一些嘛，啪。嗰種個都切咗係嗬，以葵花都按講嚟法，有機會。那麼來統書，統書係呢個，統書係葵花，統書係葵花。那呢度係個紅花，將埋。拍攝老師又係講，以葵種按開嘅。按開嘅。好，你們睇一撮一撮嘅。今年嘅我看福建嘅油款嘛，參加到福建嘅油嘛，咁多啊，松草油落去落咗嘛，係冇油嘛。有啊，都在那個某地方啊。誒，
雷嘛，要怎样用？好，这道片1、2、3、4、5。后来，我刚刚有说啊，他们统法版没有统治。什么是这个呢？考古的很大。因为卡通人物有关呢。这个不是考古的。哦，你看哦，伊读书当中迄绿色咧。绿色的啊，女同志，那差不多企业都比较有强在，啊，然后呢，车尾以外变做了无在，大家哎呦喊夹字都来，夹字都了，好个符号，夹后边来，我们看看在这里，董力作为娘统治的卖面，好，那我们怎么译呢？啊，对了，哦，老师忘了讲到。还有讲凯滩木头，请问木炭有放来树的前吼？橡树树。杨树树。那现在山上呢，它就有开花啦。马来西亚吧，杨树树马来西亚吧。我记得它是黄色。黄色，你们注意看，你看有看过伊白色就有红吧，黄色就会杨树树吧，不是两块看啊。有看到？那边有眼看过伊什么？黄色。但当奇怪呢，那台湾都麻住作品噶，这天无头发，不说牙块的，全部黄色的杨树树，只有都苗栗新竹桃园的三江口，还有黄也有，有黄也有啊，你看看我条皮一类的，按用一个样一类啊，你这讲一类细类的，按用细类的。好，我细类的，按用细类的。像台东有杨树树吧，像阮台东有红花冇？冇。嗰個省那個全部煮喺馬來西亞，全部係黃色，冇黑色。唔像誒苗栗咧有黃也有，誒苗栗咧有黃也有。你們可能考慮的雙方冇辦法去翻譯咧，一定要很重哈。好，那再來，好，這樣楊樹樹。杨树树呢，他就后来做一个做嘛来，做好了做木炭，红花树咩做做木炭咯，啊。木炭。牛年树呢做拿来做火炭，以前的你了解那个烧木炭，老人跟叶一山那个可能有到中秋嘛，有哦，蛮像的。那。有冇？还有摊叶，你全部都倒下来，有冇？倒下来嘅杨树树啊，倒下来嘅杨树树嘅摊叶。这几月老后边木树诶，这都给它有记住烧，所以拿出来再烧，一般让继续种再拿烧。咩嘢老二醃到就搖住喎，因為醃沒有燒太多煤啊，它是用高温果纹讓它碳化，用果纹碳化，但是冇燒太咯，碳化呢，它是變成一種碳化哈，但是它並沒有怎樣，並沒有燒掉。那今天我們來讀一下，我們來讀一下今天的幾首詩哈。我们先来看这一首。有同法，客家法，有同法，客家法，天马雄虎，育音嘅有同六，普差散大，他谢谢嘅有同法，天梯草木有情，客
海家也伊都情，海家也伊都情，莫是时的上梦，莫是时的上梦，缘到笑眯眯的来相亲，缘到笑眯眯的来相亲，甜满拥护，甜满拥护，有阴阴的油同绿，有音乐有同乐，葡菜散大，蔬菜上大，黑色色的油同花，黑色色的有同花，天气充满友情，天气充满友情，海家也伊都情，海家也伊都情，莫是时的上梦，莫是时的上梦，缘到缘到笑眯眯的笑眯眯的来相亲。来相亲，啊，还有说，油同发下的思念，如同发下的思念，相逢相逢你油同发下，你有同发下，扬起一蕊一蕊的石拍，扬起一蕊一蕊的石拍，爱披出满披公的情阳，爱出满披国的情容，上飞上飞你油同书下，你有同书下，爱扬起一粒一粒的筒子，扬起一粒一粒的筒子，唔免去满书那的童年，扬起满书那的童年，童年的脚步，童年的脚步，离开了山那离开了山那山那。山那。留下一粒满天来的脚架，留下你满天来的腳跡，童年的腳步，童年的腳步，離開了山那離開了山那山那，山那，留伴你一生人的思念，留伴你一生年的思念，相逢。相逢。好，来放音乐呢，一边来听着音乐，一起来啊。刚刚。音乐就哇，當中都舒壓嘅咁樣嘅。相逢，你要同發下，相逢，你有同發下，唔引起一蕊一蕊嘅石拍，揚起一蕊一蕊的石拍，愛披出滿披公嘅情陽，滿披出滿披公的情容，上飛，上飛，你要同書下，你有同書下，愛引起一粒一粒嘅筒子，揚起一粒一粒的筒子，唔免去滿書那嘅童年，揚起滿書那的童年，童年嘅腳步，童年的腳步，離開了山那離開了山那山那。山那，留下一粒滿天來嘅腳架，你滿天來的腳跡，童年嘅腳步，童年的腳步，離開了山那離開了山那山那，山那，留伴一粒一生人嘅思念。留伴你一生年的思念。好，再反過來看看一數，看完了以後，你見到哦，那樣是我葵花，那樣是我落葉，中途我做埋嚟，紅花都係做埋嚟哈，紅花，紅花，三心一點，三心一點，如同葵花，如同葵花，發拍而射，發拍而射，白叫一點，白叫一點，
搖同落一，如同落日，一望而吐。一望而吐。阿爸猜思，阿爸猜思，满山中同，满山中同。同志爽年埋，同志爽年埋。阿爸高神，阿爸高神，满山同法，满山同法。同法十年下，同法十年下。十四一言，十四一言，摇同开法，如同开法。法拍而谢，法他一些，八叫一言，八叫一言，摇同落一，如同落日，一望而吐。一望而吐。阿爸猜思，阿爸猜思，满山中同，满山中同。同志爽年埋，同志爽年埋。阿爸高神，阿爸高神，满山同法，满山同法。同法十年下。同法十年下。一下还有人啲嘅买摇同志哦，有啊。冇诶，可能都熟诶，就必啲都会散嘅喎，必免嘅冇人愛嘅。但係啊，啲搖同法哦，睇下到啲看法，佢不而家唔可以看法，佢愛買搖同志，誰也會讓人買錢。我們這裡再抽一下數，天買總譜預備起。天滿雄虎，用音音嘅，六音嘅如同六。五彩散大，它斜斜嘅如同法。天梯錯莫有氣，太假一斗氣。我是寫什麼 And then tell me near 來小氣。啊，這邊有幾來？這邊嘅音樂，在這個就低音音做工作，可以嘅。天滿雄虎，天滿雄虎，用音音嘅搖同六，用音嘅如同六。五彩散當，五彩散當，拍斜斜嘅搖同法，它斜斜嘅如同法。天梯錯莫有氣，天梯錯莫有氣，天梯錯莫有氣，天梯錯莫有氣。海港每一斗氣，海港每一斗氣。莫是寫上麼？莫是寫什麼？人哋生命嘢來相親，人哋生命嘢來相親。天滿雄虎，天滿雄虎，用音音嘅搖同六，六音嘅如同六。五彩散當，五彩散當，拍斜斜嘅搖同法，它斜斜嘅如同法。天梯錯莫有氣，天梯錯莫有氣。海港也一斗氣，海大也一斗氣。莫是寫上麼？莫是寫什麼？人哋生命嘢來相親。人哋生命嘢來相親。好，你用法考創入面，一資料呢，老師在第二標出問度哈，你下禮拜啊，繼續來睇下你啲先，還有大家啊，窗口位你要同法師啊，聽講好唔好啊？好。來，咁樣，好。